你好，呢條片係介紹 IFPA5 智能觸控會議平板入面嘅小工具，呢啲小工具係專為提升會議便利而設計。依家我會逐一講下佢哋嘅基本用途，先由左上角嘅小工具開始。第一個係 Timer 倒數時間器，當時間倒數到0時，會有鐘聲提醒，用嚟幫助控制會議嘅節奏。第二個係 Stopwatch 簡單易用嘅會議計時器。第三個係 Record 屏幕錄影，幫你錄低屏幕上嘅操作過程，方便會後回顧記錄。第四個係 Freeze 凍結畫面播放中嘅影片畫面，以便即時進行注解同快速講解。第五個係 Crop 螢幕截圖，類似 Print Screen 截取同保存螢幕嘅畫面。第六個係 Split Screen 分屏功能，可以在同一畫面同時運行兩個應用程式。第七個係 Camera 相機，喺屏幕上面邊框內置咗一個鏡頭，可以用作相機拍攝用途。第八個係 Poll Kit 投票工具，可以作即場做投票或者問卷用途，收集意見等。第九個係 Fast File Transfer 快速文件傳輸，手機通過掃描溝功能傳輸文字、圖片、聲音等。第10個係 Calendar 日曆，可以睇日子同安排下次會議時間。第11個係 Touch Overlay 觸控停用，呢個係用嚟暫停觸控，例如喺播放影片或 PPT 時，能防止誤觸屏幕打擾進度。第12個係 Screen Lock 屏幕鎖定功能，可以設定一組密碼，之後每次開機或者喚醒屏幕，都要密碼解鎖，以保護私隱同防止設備被亂用。第13個係 Mark 亦即 Annotation 注解標記，可以喺屏幕上寫字或者畫重點。詳細可以睇返第5個教學視頻。第14個係 Quick Menu 快捷選單，可快速切換信號源，調整畫面色彩及音訊。詳細參考第6個教學視頻。最後一個係 Power Off 電源掣，可以關閉或重啟系統。我哋善用呢啲小工具，可以為會議帶來好多便利同節省時間。多謝你觀看同使用我哋產品。